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 AM 新闻，我是卢尚如。川普的关税政策冲击大国，金管会是宣布股市限空令要搁延长1礼拜到4月18。另外，受到关税影响的，也搁有咱的龟头岛，也就是北欧号，全台湾有7成是销对美国。农业部强调会开发国内外多元的市场。然后行政院表示讲，上紧伫咧后礼拜议会会通过88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来维护咱的产业。台东渔民甲现老的飞乌虎运进花，部分店头是甲飞乌虎落鼎钱变做美食，民众食甲真欢喜。不过，全台湾飞乌虎有7成销去美国，美方是宣布启用对点关税，虽然有90天的高关税10万期，不过不少渔民也是烦恼无确定性升悬，产业链可能会失衡。当然嘛惊，一定会惊啊！主要给帮盘的咯。对啊，90天之后呢，那个不符合成本啊，鱼饵也贵，外劳也贵，油料现在也贵，每一天都大概2、3万的成本。因为台东新港渔港是国内飞乌虎主要的产地，占全国1/3，产值上亿。农业部12特别到新港区渔会面对面了解渔民的需求，强调会强化金融支持的部分，加强伫内销市场、甲国外做多元市场的开发。不论是捕捞业者也好，或者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各端的这个业者之后，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上的协助。学者分析，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半导体的关键地位、台美经贸外交密切，国家台湾并无用报复性的关税，互美方认为咱台湾是模范生，所以列伫谈判名单的头前。台湾手头除了有半导体，也有美制这个谈判条件，不过谈判也是爱看是不是有占赢面。你要谈 FTA 应该不太可能，可是你鼓励台商要去美国投资，那你是不是可以更新或强化台美的投资保障协定？学者分析，关税的谈判可能需要真侪届来回谈论，南方应该都要以维持10%做基础，和台美以双赢的方向来谈判。嘛，建议政府会当趁这届关税的冲击，考虑主动对全球调降包含汽车、农产品、保健食品这个保护性关税，来因应世界贸易的变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一班高铁167车次伫咧经过嘉义到台南这段的时阵，一个旅客歹影的行动电源煞来熊熊导火，造成一个人烫伤。加在火是真紧就拍花。经过了解，高铁和台铁拢无禁止行动电源的规定，警方嘛呼吁民众要按加注意物件的安全性。高铁车厢内底白烟一直清刷，已经看无地板伫倒位。原来是有旅客皮包导火，公车民众赶紧摕灭火器拍火。事后发现导火原因是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行动电源有在使用，没有在使用。民众甲装有行动电源的皮包放伫椅仔头前的地板，无充电。警方到现场时，火已经拍熄啦。高铁讲，警方已经完成搜证，车厢无损坏，也无延误班次。今列车地板有一寡小的分裂，会入去基地内进行清洁检修。携带之行动电源置于西行之背包内，因不明原因致燃，本名遭烫伤，左背红肿，意识清楚。3月开始，国内航空全面禁止航程内底用行动电源，无表示晚时数的行动电源也袂使上飞行机。有一寡航空公司更加限制用量袂使超过160瓦特小时。台铁即阵有禁止氧化煤，也有开倒起来这物件上车。高铁又禁止无度动起来这手刹的车，也有鸟仔、禽类、动物这相关的禁令。也毋过对着行动电源拢无明确禁止。高铁设有封闭的所在，列车拢有紧急对讲机，也有逃生梯这安全的设置。若拄着火灾，应用设置的车厢两边、车门口的灭火器，配合这个紧急对讲机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看天气，今仔日有一架包机直航的泰式航空飞行机，原本要对曼谷直飞台东，所以因为风伤透，所以先改对高雄机场降落，后来才阁飞往台东去。气象署是提醒讲，这方面伫下暗接近，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有发布强风特报，而且各地的天气对下暗开始拢会无稳定。
看板点员班机毋是延误，就是取消。下晡3点外，金门机场阁因为大雾，阁再关起来。金门地区透早就大到雾，能见度较无200公尺。机场几落该关起来，原定要飞台湾，再阁转飞澎湖的铁人3项金门代表队，嘛调伫机场无法度出发。我们就取消，因为我们到了台湾还要再转机到澎湖，那么这样的旅程可能就受影响。看到班机袂开啦，结果嘛拄着这种气候延误啊。金门小三通因为天气无好影响，有延误还是取消。金门县港务处公告，因为海峡状况无好，甲中国协商，金门水头到厦门的5趟航线，早起11点了后，规工停航，捌有500多人抵等。在100外旅客的泰西航空伫高雄机场降落，这是泰国万国为台东的头一台包机。原定降落台东丰年机场，却因为风伤强，无法度降落，转降高雄了后，中昼了后，再阁顺利阁飞台东。方面瓦近，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提醒18县市要注意6至8级的强阵风。拜六暗时开始，强对流刷入来，各地天气拢会变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山区的雨势会是比较明显的。那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雷击、强阵风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礼拜开始雨减少，暗过东北季风会增强，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会较凉，高温降7度至8度。礼拜至拜一透早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上明显的时阵，低温差不多14度。后礼拜一日下开始，阁会快速回温，日夜温差大，请民众爱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八对嘉南港出发的瓜时代邮轮，因为故障掉伫咧乌溪那外，到今仔日总算甲游客送回来台湾。有游客是认为讲，船公司第一时间拢无讲好清楚，嘛无提供免费的网络订订的服务，致使游客无法度继续处理后续的行程。有消保团体都提醒游客爱保留契约和相关证据，订订后续才有法度讨赔偿。入境手续办好，通关了后，等着行李。3000外旅客比原定的时间慢1天才返来台湾。未少人后续行程互延误，也无多谅解船公司当时无甲话讲清楚。第2天早上又说可以让我们下去，就又临时通知说又不能下去。对啊，我女儿今天还要考试结果都没有办法参加。有洗肾的啊，或是那个慢性药已经吃完的。对，那因为当下虽然说可能船上有一些船医啊，或是医业务室，但老实说，一般游客也对这个比较不了解，就会变成更是乱成一团。很多事情，今天比如说要接小孩或什么，对，可是他都没有说可以给你免费的 WiFi 或什么让你联系，我甚至于打卫星电话都打不通。西北由贵人出发的哥斯达3轮2号行程中途挖坑，那霸就环岛原定11返来台湾，其实因为故障慢1天，花上行程也求水。船公司已经提供每一位旅客50块美金准定消费金额，另外，予旅客若是坐下一转行程，会使拄100块美金。去年7月，10号也发生社会争议，当时邮轮原定对贵人港出发，到日本 Okinawa 佚佗，不过因为风台3摆改行程，最后提早返来台湾。旅客一度不满船公司处理的态度甲补偿方案无关于路船。消保团体认为，无论是天灾也是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船公司也是要照契约行。没有依照原来的合约的行程就把它全部走完，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不可抗拒的一些意外的天然的一些因素，用这种理由来把它糊弄过去，这样是不对的。消保团体提醒，旅客若是要坐邮轮，爱伫出发之前，甲契约详细看清楚。一旦行程方变更，嘛爱留这相关证据，以便后续要求赔偿。这摆故障技术问题延迟返来台湾，航港局甲港务公司昨日早起伫贵人港成立现场应变小组，后续看需要来协助旅客甲船公司协调，船公司也未做出详细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夏利尼是后来反对加沙战争时为活动的领导者之一。伊伫咧后来发起挺巴勒斯坦运动，和国务卿以损害外交利益的理由要甲伊赶出境外。这个司法诉讼已经予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法庭完全执行了。美国白宫昨日伫官方社群媒体用读快新闻的方式宣布，法官裁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里尔应被赶出境的消息。国土安全部长诺梅也发文对安尼结果表示欢迎，佮讲哈里尔受训美国，以鼓吹暴力、美化甲支持恐怖分子杀害美国人、塑胶犹太人，都不应该惦伫这个国家。
30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身份的哈里尔，是高大校园反对加沙战争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3月初，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夫用冷战时期的移民法，以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做理由下令逮捕。迄一日就被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中心羁押，甲特别生囝的太太分开。While his deportation would devastate his wife and their soon-to-be-born child, it would also intimidate all who dare to speak for Palestinian liberation. 移民法庭的裁定包含允准哈里尔伫自杀进前因申请豁免被赶离开。伊的代表律师已经向纽泽西的联邦法院提起违反宪法第1修正案的诉讼。联邦法官已经发出临时禁令，阻止赶离开的行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美国分部拢对这案件表示关切。国际特赦推文表示，这裁定是予所有住伫美国人发送一个心寒的信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镜头转转来国内，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进前有一个姓何的助理甲刑事强调，目前已经予北检羁押禁见。吴钊燮办公室是强调讲，只要有人涉犯统战，也是反背国家，就应该要受到制裁。国民当中这查某人甲某仔揪来遮，好像今日媒体去翕到。检调侦办总统府强调案，为相关事件，佮查出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阵，这个姓何的助理，好亲像甲外交部的机密资料提供予中共政治人员，在伊暗时去互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徐嘉欣找到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都已经讲出相关案情，不过任到外交部现任一个共名共姓上任文官，引起风波。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这都外交部提供，外交部网站上的。那你们外交部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很抱歉，当时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个何仁杰长什么样子，所以从网络上面我们积极的去探寻，那只能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个照片，所以就有了误植。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相当抱歉。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真的有何仁杰这一名共谍。去互认唔对的外交部姓何员工，伊的家后伫社群平台表达强烈不满，除了放条要告，佮考生若是先生事业，敢来当地北地路开何家早餐店。徐嘉欣本人是搁再回失礼，对家属后续的动作拢会尊重，嘛搁再声明，家己所讲的是真正有这个人。何姓助理自2018年2月进入外交部任职。并于2024年4月离职。外交部在获悉相关案件资讯的第一时间，已移送政风处启动调查。对这代志，吴钊燮办公室表示无评论个案，强调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统战行为，拢应该受到制裁，绝对公平公正。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台中发生的成功3月起爆案，造成5个人死亡。初步认定是施工的时阵甲天然气主要的管线挂断去，气体外漏才引起事故。包括成功3月的干部、承包商等10个人，是因为涉犯刑法，以10万至60万块交本校团。建筑物外围大满应价，施工的工人来回巡视。台中成功3月起爆造成5个人死亡，38个人受伤。台中地检署侦办，头一届证实已经通知10名被告、1名证人到案说明。成功3月起爆案，台中地检署在1号顺后认定10名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包括总公司也个承包商，总共10个人，拢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这10个人分别是成功3月公司、华信护理等5名干部，以30至60万块交保；承包商单身负责人甲其他4名工人是以10万至30万块交保。检方表示，综合现阶段调查事情，专案小组初步认定，本案是施工不慎致使天然气主管断气，气体泄漏一段时间了后，拄到使用电动工具的火星造成起爆。本案疑似因施工不慎，导致天然气主干管断裂。气体外泄蓄积，遇电动工具作动火花，引燃易漏之天然气，造成气爆事故。本案仍将持续进行各项侦查作为，依侦查计划紧密排程调查取证。检方强调，10名被告以涉犯刑法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公共危险等罪嫌交保候团，会接受调查厘清责任归属。成功3月是干那透过文字说明，因为案件依然伫咧侦查当中，会持续配合，而且尊重司法调查，无方便表示意见。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再来带大家看台语创作。这几年来，有愈来愈侪人在用台语做无同款的作品。不过，用台语来写BL 男性之爱故事，却是真罕见哦。
有作家用3年的时间完成全台语的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色细节有声册。伫咧拜六的时阵有办读剧，带民众做伙来看这个台语 BL 故事。若是我真正讲出嘴，先摆有啥物反应？敢阁会当像恁过安尼做伙？两位查甫高中生互相意爱，煞惊讲出嘴会连朋友都做袂成。这是台语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色细节的读剧会。作者表示，伊过去就咧写 BL 小说，这是头摆用全台语创作 BL 有声册，用3年时间完成，目前还未出版。作者家己兼导演，先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要互大家知影，台语用伫咧谈情说爱，嘛通呈现青春自由的风格。大家对看台语的字可能也淡薄仔无遐尔熟，其实有的人袂惯势，或者是讲，因为我希望讲，即个作品毋若是会晓台语人会看到，若是有声册，敢若会晓听台语的人，伊嘛会当用听的方式去感受到即个故事趣味的所在。那作者是头届用全台语创作，亲像小说有声册配音乐，嘛有参与即届读剧会演出。伊嘛拢是头届搬全台语的舞台剧。因表示咧投入的过程中，互因感受到台语的水，嘛毋茫带动大家开喙讲台语。我发现讲台语其实伫台湾是最重要物件，伊是一种文化吧。若是为我开始开始讲台语伫北部，无伫较。过几年了，会愈来愈侪少年的会当讲台语啊。玉皇写的文字是真水啦，尤其是咱南部的人，较食互人讲，咱讲话可能会较粗。毋过其实安尼写出来，互大家看到嘛是会当甲大家推测讲台语文的嘛是会当足水的。作者表示，这本台语的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色细节，目前暂时无要出纸本，不过电子册和有声册会伫4月17正式出版，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台语的可能性甲多元性。记者张家嘅柯敏哲台北报道。为着要提升公务机关的客语服务能力，新竹县政府有伫咧县府内办理客语认证考试。有台语团体是呼吁县府就应该爱重视语言平权。县府是表示，未来无排除会来举办台语，也讲关注闽语的认证考试。新竹县总人口数596000外人，其中客家族群就占67%，也是全台湾比例上悬的县市。较早拢是伫学校举办认证考试，拜六是全国头摆伫县府内的场所举办考试，总共去60名县府员工报名参加。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不用跑到其他可能就是其他学校或者是大学，我们就是来这个熟悉的地方考试。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员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诱因。县府指出，母语推动无分族群，除了客语认证以外，未来无排除申请台语、原住民语相关的认证考试，鼓励大家做伙来学母语。未来不排除针对闽语的部分啊，以及就是协助各项其他的这个母语的向下扎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一起来推动跟努力。自去年文化部有进行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希望这个部分，咱新竹县政府嘛会使来做伙参与。正讲的语言平权，是每一种语言拢会使适常、佮平等的，对每一个人的嘴内底讲出来，伫生活内底运用。真欢喜看到新竹县政府办客语认证，鼓励较侪人使用母语。有人用看会到对土地感情特别流失。希望台语、原住民语，无论倒一款母语，拢会使得到制度上同款的支持。县府除了补助员工报名费以外，通过认证的人，佫有礼券通领当做奖励。县讲续落来计举办2场的认证，希望透过各项的奖励措施，鼓励大家来学母语，摕母语认证，也提升员工用母语服务民众的能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先家立业无是英过咱的传统社会的观念，也毋过即马时代改变啊，亲像通货膨胀、钱变薄，若要结婚生囝、要买厝，拢着爱谨慎考虑。稍等的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咱的世代专题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面对种种的问题，咱的社会甲政府会当安怎做，才通来帮助少年世代改变因的困境。
伫咧民主社会出世，经过过极2万字家庭困境的学生囡仔，即阵已经是30-40岁的青壮世代。因当咧行一条无啥好行的生计路，买厝、食头路、养囡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为着兼顾事业发展甲家庭的关系，即马有袂少人选择以假离夫妻的方式来经营厝内，结合社福资源，还是厝内亲人的资源力量，请养囡仔大汉。我的职业是律师，主要也是会感觉讲事业的机会伫咧台北为主，吼啊，暂时阮就是即马这样的这个模式来去进行。教育费用提升是即卖人毋敢生囡仔的原因之一。要安怎健全托育的制度，对家长也是想要照做爸母的人来讲，是件真重要的课题。毋但安尼，有的人佫必须要照顾时代，若临时有状况，常常要请假，这以现主席的政策，拢是看袂到的隐形的负担。我们看到职场缺工是一个面向，家庭里也缺工啊。最关键的因素其实还是我们整体工时太高了。那整体工时太高的状况，其实非常不利于有照顾需求的家庭，特别不利于这些女性。事实来讲，要生计嘛是一个问题。这10几年来，主体市场投机炒房、地出公司失去平衡，厝价直直起，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无法度负担。若要找到好的、佮正常的空间，嘛是介无简单。台湾的租市场完全不公开透明，而且还很险恶嘞。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他们会因为房价变高，然后连租屋的金额都变高，那你要跟他含扣也不可能啊。行过人生顶半场，青壮世代爱面对的，除了父母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外，佮较侪是工课上的竞争、家庭责任，还佮有未来生活的挑战。若是政策佮较周全，对着时代的进步，这个困境就会转做后一个世代的希望佮力量。记者吴定宇、林建如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0度，中部地区15度至21度，南部地区18度至24度。东部地区16度至27度，关岛地区15度至2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的内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